即马天气冷，卖火锅的生意是上介好，不过鸡卵的需求嘛大增加。即马两商工会是决定，鸡卵搁要起2块，挂价一斤是起到50块。明仔载开始，产地介绍一斤卖到40块半。鸡卵一箱一箱搬去火车采好了，工作人员不再确认数量，准备要出货。因为天气变冷，餐饮、火锅业者用量增加。再加上一礼拜日开始，鸡卵的批发介绍，每一袋斤要起2块，和鸡卵的订货量增加。现在是以餐饮业比较多，大概多个1成2，就本来假如说今天需要送1箱蛋，它变成多加1箱，或者是变成3箱。目前保守看起来应该是持平，会有一点缺，但不至于到像去年那种大范围的缺蛋。业者讲，自11月初到顶礼拜，鸡卵的介绍加产量拢算稳定，不过伫咧天气变冷，销售增加。距离过年前，鸡卵用量会增加，再加上寒流来，惊讲鸡若感冒会袂生卵，拢会影响到卵量。自2日开始，鸡卵的批发介绍，自一袋斤48块起到50块，重新徛起哩50块的关卡。2时开始，产地介绍也自一袋斤38块半起到40块半。正经寒，伊嘛会减产啊，收割了啊，食袂落，果嘛会减产啊。大选的时，叫咧动员，较无人咧煮，较无人咧用啊。这嘛过来已经恢复正常了，较正常伫厝内咧煮咧食，就会用较多啊。黄永珍表示，伫过去几个月，鸡卵的介绍虽然有回滚调降，不过饲料是无降价，应该爱尊重市场的机制，应该起就爱起。唔通看到介绍有变动就认为是哄抬介绍。记者综合报道。